卡奇，卡架。この番組は商務通信351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刚刚我们骑了1个小时又9分钟的车来到了后壁。那我们来后壁要去哪里玩呢？我们今天要去2个地方，一个是乌树林休闲园区，然后一个是金鸟老街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乌树林休闲园区喽。